来这嘛是乡亲大家真关心的问题。政府来公布这个三马精稳准的含量了后，咱感到真正就会当安心咧。其实哦，有真侪民众爱食乌白菜，这个猪肠啊啦、猪翅等等的猪腹内啊，早就已经开放美国种的进口，但是属于零检出的范围。如今开放参这个含三马精的麦当来进口，民众就开始担心咯。另外，像这个贡丸、像这个肉丸这类的猪肉制品，无的确卖去参照含三马精的美国猪肉，希望店家或者是厂商会当来标示肉品的来源。出来甲肉拍拍咧，互肉质搁较 Q， 搁来一粒一粒地做肉丸啊，过水落沙，爱杀偌久呢？煮大概20分钟。新竹贡丸真有名，但是业者卖烦恼讲，搁来敢会因为开放美国猪肉进口，互民众对贡丸的品质有顾虑。那以后我们的猪肉后面就会标示一个跨湖是台湾。同款是猪肉做的，新竹社方庙周边有足侪有名卖肉丸的所在，在实在的猪肉啊，足侪人足介意食的。但是这猪肉来源搁来买标示清楚，才会当食咧安心。我未来在买东西的话，可能我会注意看有没有标示这样子，对啊。因为即马食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，这个代志大家拢一直讨论一直回，卖猪肉业者嘛开始紧张，希望讲消费者卖无信心，和猪肉有关系点心，还佫有亲像这。杀好的猪肠啊，还佫有小菜，亲像这北来啊，都可能是对美国来的。咱来看2018年台湾市猪统计资料。台湾进口的8.3万吨冷冻猪肉当中，19690吨是冷冻冷藏的北来啊，7070吨是其他的北来啊。其中美国进口上济，占北来啊类的38.6%。进前食肉精的标准较悬，即马用温量较大，就是标准放较零啊。加上内脏是食肉精成分较济、风险较悬的部分，所以民众也是希望讲店头可以当标示好清楚，注意到消费者的权益。能够贴出安心的告示或什么，确认一下来源。之后我实在是会选择啦，我看到美猪我就不会去接受。这民众因接受访问的时阵，拢是讲希望会当食台湾猪，所以就算是开放有食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，但是最后嘛是会回归市场的机制来运作，得看消费者安怎选择。